你記得上次嚟珍珠樂園係幾時嗎？喺好多80、90後心中，呢度比長隆更加好玩，因為呢度裝住我哋嘅童年。1985年起建，全部引進國外機動設備，當年嘅珠三角頂流遊樂場等同而家嘅迪士尼。我相信成個廣東嘅小朋友咧都嚟過呢度。細個每次聽到學校組織春遊去珍珠樂園咧，我都會開心到瞓唔着覺啊！你會唔會啊？仲會提前咧買晒零食汽水，塞滿成個書包啊！哇！呢個小世界啊，你仲記唔記得啊？以前鬼屋咧，我都係眯埋眼拉住前面嗰個我先夠膽行噶。我仲記得出嚟嗰幾下氣槍咧，bang bang bang，次次都嚇親我。等我哋睇下而家點？哇！你夠唔夠膽入啊？碰碰車咧，我同爹哋兩個人坐，我都覺得好闊落。但係而家睇翻真係覺得好細啊！以前呢度就係摩天輪，升到半空，仲可以睇到成個唐家。不過因為安全嘅問題咧，就已經拆咗啦。哇！呢個小火車啊，細個嘅時候爹哋媽咪成日陪我坐嘅。我仲記得我有張相係坐喺呢個位。哦，個蓮花杯啊！我以前真係覺得呢個好大嘅，點解而家變咗咁細嘅？旋轉木馬陪細佬玩過 N 次嘅小火車、滅火戰車同大擺錘，仲有空中單車同過山車，好玩到一直排隊。騎住唔同嘅動物雕塑影相，你唔會未試過吧？你印象最深刻又係邊個項目？2019年2月9號，珍珠樂園正式結業。曾經人聲鼎沸嘅樂園慢慢荒蕪，鏽跡斑駁嘅機器，長滿雜草嘅空地，每一處都係停低嘅時光。而家啲遊樂場越開越多，但係珍珠樂園喺我心目中係無可替代嘅。如果呢度翻新重建，你最期待佢變成點？評論區話我知啊！